就来看航警局是来破一件假观光真运毒的案件。一个81年厝加拿大的女性，伫伊的托运的行李放超过35公斤的 K 他命，伫个桃园机场入关的时阵，当场被撞到。伊讲，这个卖毒的集团是以免费游览来做条件，伊甲毒品炸入来台湾。 拍开蓝色行李箱，几若领衫边啊，黑色大卡塑胶盒仔看起来真显目。内底白色的物件就是第3级毒品海他命。另外一卡行李箱嘛同款。航警局4月初9伫咧桃园机场第2航站，看到一位加拿大籍的旅客拖运行李，人看起来怪怪，就该拍开箱仔检验，几若10公斤的毒品就安尼看现。这位81年厝的加拿大籍女性是第一摆来台湾，伊讲卖毒集团用来回机票、坐所费含免费带旅社显示，招生员走私135公斤的海他命，查某嫌犯用2卡拖运行李袋咧，伫咧入境的时当场扣掠，以假观光方式走私毒品来台，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，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 查某嫌犯运毒品来台湾，就是瞒天过海，无人知。落尾扣龙背掠起来，加在航警局掠甲真严，才无互毒品流入市面。不过，这跨国运毒手法，这步数定定换新。查某嫌犯的讲法敢是真？相关单位会阁继续追查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